各位聽眾，佢就係歡迎我到嚟收聽翻嚟，好見你節目，見你知啊，我落後尾就話第一，真係啱啱講嘅物件，真係 spicy， 真係辣。冇，真係呢排咧，我咪介紹我特別嘉賓，這排特別嘉賓就是老趙，頭一擺落試出嘅了，阿龍，歡迎阿龍。拍照。我唔是講伊無困掉啦，伊是有困一個車到對嚟，特別。我都電話叫車，我係換計車咗，做乜事唔知都電話下來，按咗做乜事我攰車咧，就奇怪咗。我把拍個路特擺本拍電話路都本無車，一刀拍電話路個車喎。即係唔知數電話就嚟我車，唔知做乜事。嚇，แล้วก็เป็น老趙แล้วลิงทอมอคนนึง Hello แล้วก็บิไซกองกับ Hello จับ寶คนนึง Hello 即係呢排咧，我咪講嘅咧，就是沉靜愛情，沉靜愛情就是講人無像，如果你愛情是無像種嘅人，無像方式，無像識人，所以講話，這種嘅愛情咧有蝦米無像，有蝦米特別，有蝦米。好處係咪無好誒位，還是叫較坎坷 challenging 位，可唔可以講下先？這禮拜咧，攞其他最緊要，我零我係有路，我係有路。哦，特別係咪是？我拍二，時候我拍二嚇，我時我自己拍二，我都唔知。應該做你幾個數？然後安尼啊，那你有主案。Very good, Juan. So 我講 OK，so 讓怎麼在外安是阿毛咯，了這裡比賽不是這裡零頭毛，一波是阿毛喏。阿毛蘭有個大機哦，阿毛有影哦，阿毛蘭大機有影哦。冇啦，有細機嘅本呢？啦大細個。有冇講佢啦，白啦講嘅。有冇講全世界第四是韓國人？哦，特別安怎去驗的，安怎去 research 安怎唔知？就是我唔知點講嘅。Yang research 嘛 ，because if not yang anda so produce condom 嘛。哦對啊。我 condom 是個咧 SML 咩？有啊，本來啦，特別無像 size，無像日本嘅，你看到你笑較濟啊！你看你笑，你俾佢拗睇看。特別我講聽做咩事嚇？人安尼笑你嘅大長無大長啊？做咩事人安尼笑？係咧，意思因為做咩事係咧變做成個係 status 呢係啊？做咩事成個人講人是人超大。佢都較成個較好嘅呢，做咩事人講啊？其實 start 咧，做咩事人可能講嘅呢？是你看起來成個伊個應該難拍大，應該較要緊嘛？你較成嘅。有病咧！唔是難拍大，較代表講你會成較濟驚咧。物件大了，人就垃圾真正。都好了，好了啊！你看咯，成個車大樹大，你看領大，無看領大，如果你要講領大，你是講領大領把咧搞一次驚，你看那次你就也可以驚領，看那無像啊。了蘭州大是完全，蘭大是完全，你要做咩？阿咪看是好看啦，有可能看嘅時候，哎呦，唔係講過。Maybe 什麼做啊？方法我唔。我唔敢講大就是好，特別我再細就是冇安尼好。你嗱講啊，你嗱講啊。特別你家己是講嘛，你係 feel， 你係講。你講是電巴呀，你最硬呀。
安怎無啦？我知查某真正笨蛋咯，若是莉莉咧，哦，一頭拜拜，我係對啊，拜拜。哦，係咩？哦。上面 size 人哋講嚟啦，一邊講起來是人哋查某 prefer 個大張啦。我唔敢講大張就是好，特別我知講細張是無好。阿邊你想意思嘛？但係講細張唔好，特別是大張。你是講大卡大是比卡細好啦？對哦，嚇。OK， 特別這麼少人講，這麼對，我講這麼少人係講到大細氣，咱是講這是尋真愛情，咱就無講大張啊細張。你哋是喺你聽梅話有影，喺你莫令梅話啊是大有影較大，我唔知啦，我冇咪 exposure 到正式誒stock 啦，人哋我當今嘅啱是我頭一個 boyfriend 嚟。所以我冇咪 exposure 到，我 get 到落冇咪睇經，特別。我講我成個只亂啊！你看，喲。係咩叫亂？我講我成個只個你啊！你看，一叫。冇嚇。阿 John 是講love relationship 唔是 buffet 嚟。對啦，特別我冇看過安尼這條，特別我有甲人 discuss 嘛。特別，我冇咁樣這條。有啦。看過這其實本無需要拍攝咯，這個是讓家己經驗來。我看有。你 even 你真係我看過是講我唔捌看過 ，I mean 我講我嘅 option 就只有我 date 就只有數。我冇 date 過這隻人，所以我淨係你冇人愛啦，你冇人愛啦。但係我冇人看到一個愛，咁樣慢慢自己挑去啊。Maybe I don't expect 因為你去toilet 誒嘛，你冇閃過人咩？冇好奇嗰陣閃咩？我冇咩事㗎，我是叮當金嘅 OK 啊，叮當時我就比賽嘅，我去幫助好，我特別就丟 out 隔了人性嘅，我就是講 conscious me 邊有人我幫唔出嚟，叮到時代 OK 啊，當然鬧啊，冇咩插啊，我幫助啊，特別唔係講到唔係講你條蕉嘅物件，當然我是未講你感情嘅物件。我咪講感情。你講就係有見嘅錯，冇蕉冇感情。哎講，你感情嘅你有見啊？感情有蕉冇蕉冇談感情。了，是講，係你是其中一個物件啦。你使講咩？當然，咱未講嘅就是，我未講嗰度沉靜嘅感情嚟面嚟講啊，你有感覺到蝦米物件，就較坎坷，蝦米較無安尼啱嘅呢？食物件，對，食物件啊，食物件，食物件，安怎講話？阿龍講成日肯定係冇人講。你知我就是甲食迄個龜子啊。我到底去買算未分啊，係貴子，係咯。特別韓國人是真正認這類物件嘅咯。我唔知就是說，又唔是講無食水嘅物件啦。所以我話放淡薄，係咯叫人食咯。係咯食啦，講哦，你自己食就好。因伊知道，伊是真正無言，係咯。我是甲食嘅物件，譬如講，我嘅物件伊無是甲食嘅物件。其實我講嘅物件，我都整邏輯嘅時候，使我老啊，嗰陣。我食咧，我食㗎咧。嘅啦，我看。係咯，你夾阿女嘅。哦，陪，你互陪。啊！我好真係嗰隻咧度。特別咧，因為真係冇食嘅物件，所以我就是講，if 就講，我諗特別 enjoy 食嘅物件。特別好 ，actually 其實較好，伊免甲你挑。是本啦，特別每個拄着食物件就，即個 junk food 講少數咗。我當時我滾湯做貴嘛，對，食物件無下，我滾湯嘅時變咗我自己食咯。對，我本是想，我係你是，我係按一隻 typical 嘅叮到時啊，我把意思，叮到時伊個 taste bud 就 typical 嘅 Midwest 嘅 taste bud，所以伊是成個steak 啊，加 potato 啊，你看咧，伊隻物成個，我可以成個
你叫咩mac and cheese 啊，你看你物件，我是自家食物件，特別有類物件我要食誒吼，我有時常講會滾湯啊，敢若啉滾湯食對啊，伊袂喎滾湯啊，伊是上清嘅啦，對伊來講，特別好個在伊個是個食กลิ่งอาเจียจ้ะอีสก็จะกลิ่งอาเจียหัวหน้าเจียนาซิจัมปอนาซิละมาอีกอย่างฮัลโหลว่าตั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อันนี้ว่ากับกิบุญเงินเจียมาแต่พี่อุเลสังกัดว่าจะตึงหลังมีเกี่ยวสังกัดกุนทึงนะฮะจะบากุดแล้วกุนเลยแปะชายเท้านะฮะมีกี่สีอะไรอีบีว่าเลยสังกัดกุนเจียนะรู้ว่าโมสกาย对啦ฮะโมสกายอันนี้คน人啊อันนี้คนสังกัด食袂啱嘛，真坎坷啊！特別食袂啱嘛，其實是咱人感覺到大事啦。其實因為馬來西亞人，咱食嘅味素啊，比別個國家人濟咗咗，所以咱人下面物件咱唔食嘅咯誒，咱人食三擺誒，咱下面嘅咱另外食分 enjoy， 番啊食分夠食，長人食，咱人長人食，佢唔是講緊係種個長人食咗，我見菜、功夫菜、長人菜、內樣嘅，咱隔了會食咗，咱馬來西亞人食唔咩啊？culture expose 對，咱人有嘢食嘅啦，伊味素啊，無咱真係濟 variety 咯，所以外口嘅人袂接受，其實是真正常嘅啫，特別咱人講起來是講，我睇無個樣嘅人，我咪是看，人因為人嘅人上凊彩，人係咪食啊？數人無飛，特別真正起哄，唔是起哄啦，就是袂俗，就是講，就是我食物件真正濟嘛，蝦米物件本食嘛，了叫你陪我食一兜嘅飯加湯啊，呢粿條湯啊，你都講個你啊，蝦米我唔知蝦米嘅，個你哇，意思是講澄清，落去嘅你就，意思講個你成日講蝦米人你講成，我是講伊唔是講個你，是講我唔知蝦米嘅，哦嚇，蝦米人，你講蝦米色人，蝦米裝人，白色嘅人，白人 OK 阿嬷啦，阿嬷白配阿嬷啦，所以阿嬷嘅鹽尖啊哈。而家有影我養隻特別我講條嘅紅啊真薄隻隻，我肯定同你講啊，伊定到就頭實是伊隻物件，伊 expose 伊 food 伊 flavor 伊 palate 啊，真少呢就幾那行款嘅嚇呢，然後一部咪我別得閒呢，就是頭嘅時，特別我慢慢 slowly training，就是人隻物件嚇是真係個參嘅，你參。即係你炒一味菜，แล้ว你淡薄即係有白炒白，แล้ว正有糊嗰陣味，你咪是拌正價淡薄經變價淡薄隻。你阿嬷是個，伊是個隻個料誒，伊是隻一菜個料，你一隻一白個料，一隻糊個料，你個隻係無咪實參嘅啊。頭我別單咯，我看啊，我特別諗別使講咧，就無根本就無上紅熟個人嘛，大漢嗰時啊，然後就看嗰時我就想。喲，成個無咪拉路呢，我快食。特別有阿嬷因想食飯吼，因是講嚟食做呢一項件，成個咱馬來西亞人食飯咧，你吸淡薄菜，氹個飯淡薄，氹個佢一項菜淡薄，下落去喙，因地攞一個飯下落去，伊成個伊 mixture 是我依個喙內邊，地講嚟，但是薄薄多內邊，伊是一項食個頭醬。一行款食，伊無想講參掉。成個那個你麵規碗規條湯我樣垃圾食垃圾咧雜咧到啲裏面。他們麵個咁樣參掉。韓國人本是安尼啊，韓國人樣食物件，成個咱人整濟飯啊，咁樣參落去啊，成個台灣人嘅係整濟，然後伊會菜係後邊飯啊，樣講，袂使嘅，就係 separate 大水水嘅。大郎就樣無咯，樣我唔是講咁樣無。樣飯是對，你講我對，特別樣有隻隻物件是開飯嘅。人啊，電腦啊，人做到邊嘅，人嘅規條湯啊，一碗過來時啊，物件嗰擺水水喺度杜喺頂面，杜喺頂面佢一個底啊，係混照件嘅嘛。樣隻海鮮味嘅了啊，是開飯嘅。嗰啲用加多依家。樣係做事啦，唔是擺個水水嘅咩？哎呀，無啦，就少你講我對特別較濟物件是，特別我奇怪，有嘅是，因未接受新嘅物件是，這是最大問題咯。韓國人伊未接受新嘅隻物件，真係艱苦嘅。所以你講啊，Madam Kwan 嚟整開一間店啦，我同你講真艱苦做嘅。我問你啊，阿龍，
而且咱去普羅者，我俾妹女做咩是韓國人咧教用加多呀？誒，香嘅麵檔咯，香食嘅物件有，就是講香食嘅物件無講大家水水嘅啦，香規部嘅物嚟得濟啦，所以香嘅刀頂個有加多，香糟糕有加多。特別加多好用，我當今日用加多嘅濟啊，我只看，哎喲，真冇想到我用加多嘅影嘅，以前我你買一地剁地咧嗬，你加多加哼。有，迄啊小白咯，香平白是用加多咯。然後就是第加是kimchi，kimchi哈，你夾出來咧是加咧較方便咯。我當佢冇人肯做咯。你成日聽到是，我唔係會別人有用加多，跟住韓國人用加多呢。係咯，就是講幾個人即韓國人教用加多。有加菜加多嘅咋。哈，我就我用碗都當嘅。呢個你啲就好嘅。我嗰邊計邊。一嚟哦，講隻嚟嗬，隻嚟。講到加多。嗰度加到，因加把啦，加到骨啊，半隻街度。啊，就骨咧就把大機。加人嘅隻，你插隻對。你冇得用下，冇得用下。特別我阿龍啊，我當年去我嗰時候嘅古冇去食點心啊，我去食點心嘅時啊，當年玩食咧，佢落個死人嚟按冇病毒，然後我食點心嘅時，我自己我夾到去。你未使見過開場物件咩？你我買去我冇時間去。Deli 嘛，Deli 咩？我講 Deli 嘛。喺韓國是計了是正常嘅，你愛食下面愛做下面計了有。我唔敢去咯，因為我係唔敢去。我是冇咩想出去過好 restaurant 嚟食過。แล้ว你陣現在我這邊嘅安排病到會7條嘛，一 number 7條嘛，唔是6條就。But anyhow，我有自己夾到去咯，自己。我知你見夾到嘛？我見夾到對，我夾到去，我就是特掉，因為我特別去食，我就是夾一點人所在去食嘛。然後你叫物件，你只加一半較用食嘛。然後你要見到 baby 你夾到 baby 頭前尖嘅，一加落一啲，你嘅插落去一加是，你係五角嘅加一對。介好參觀啦，無講你想愛去來去邊邊那邊，我用在話，你自己夾多嘅，你看是自己夾多嘅。因為有一道上面，我想我自己要夾咩？我去每人講你識夾好啊，OK 啊，等陣啊，你就要去吹夾多，我講阿媽媽，你開啲點心咩？佢要去吹夾多，我自己夾啦，我講不到，我自己夾。แล้ว anyway โอเค所以講ตัวนี้นะผู้หลอกตัวนี้นะแล้ว特別人講伊袂人是當人即個方面來看食物件等陣我肯定咪 before 人講這事我要問看即個鈴木有蝦米食誒 conflict 啊食物件我第一道去國家去 UK 是一般嘛 prepare 只你知我特到馬來西亞去像我可能我有一個 concept 哇阿毛食好了啊，然後好食啊阿毛食，然後 fish and chip 啦咪個了，我有年好了，有年是真好了，啊咪食久會神嘅嘛，一波咧，對，一波咧熱，一百廿一嘅啫，我感覺就是 wasabi 啦，比是 horseradish，對。伊講，這是只路啊，路被設置人步啊。然後我嘛講，這路啊，這個 OK 嘛食過，哇，這路啊，今日咪做寬咩？講路啊，新加路啊，你要食路啊，這是冇路啊，冇下面冇嘅。yang ballot 就 sensitive 要一 curry 要一個 special treat 嘛，叫我來嘅數嘛，然後有 special treat 我係講買等人食。咁你未知愛等人食，一等人食個一成個在啲 cough syrup 啊，啲 orange。黏嘅黏啲是酸嗰種嘅啊。其實我冇食過食，我哋忘記 Chinese American food，我冇食過食 actually。特別你個未知啊？我是食講我係對我嚟講。是無上 category 嘅 Chinese food 嚟啦，
這是 American Chinese 副對話嚟講。Orange chicken 啊，嗬，你講你。但係始終都係咧 Orange chicken 咧，sesame chicken。我接少嘢你甜啊。嚇，真係甜嚇，sauce 嗰隻。artificial 甜真係㗎。對。tapi lu ke lu bo jia lang lu ji ai mi kia i ha mi mi kia bo suka jia 伊無suka食白飯咯。ha mi lu jia 白飯我都冇食白飯。這是反正我去到 UK 時啉咖啡是上嚟濟，我一世人捌啉咖啡啉咩濟。佢嘛就問我愛啉咖啡愛啉茶，我講咖啡啊，因為我啉嘅咖啡當時烏嘅嘛，到馬來西亞。咖啡啦，不是我哋 brown 淡薄淡薄 brown 嗰陣食，伊冇啊伊啊你，有一個梅魯，意大利嚟，你嗰時係意大利嚟，冇英國人嚟，國人嘅，哦這樣 ，so 伊嘛就問我愛how many sugar do you want？ 幾粒 sugar 都愛，我哋講緊呢個幾粒 sugar，咁唔是只好講緊 healthy 啊。然後就開始問啊，講你到來你出來其實你做咩工嘅？講未出嘛，佢話正條邊條嘛，你講唔出。我冇講，我你驚你走一次話。係咯，第一諗頭，你咪講你做咩工嘅？你其實講我講是你冇潮啊！你驚走？冇啦，老闆就係講我 skill 是蝦米㗎了啦，應該即係我一定估成細漢到巴魯冇去discover 我 skill 嘛，一巴魯冇機會。哦，OK。所以要搞下平時。令到你 skill 是 discourage， 唔 discourage 你有 skill， 但對你當佢應該 embrace discover 啊，對，所以是好事啊。and then I mean 你尋整夠in啊，你會發現到你食啲物件，你到馬來西亞或 maybe 到你超過你唔捌你過。啊，你可以開啊，喂。你會 favorite 嚟。你可以開啊，喂。我開啊嘛，就真係開啊。哦，是咩？我冇講佢哋斷嘅諗。แล้ว但是如果冇食食咧白飯，咧要係咪叫你食食冇食食？fish and chips 咯，แล้ว伊冇食食 fish and chips。冇，伊一世人都食到食幾年啊！伊講，特別冇，是講咱馬來西亞會食哦。伊你食食嘅物件啦，伊在伊唔敢食，還是冇食食？I 食醬咯。OK。伊未接受嘅時候，你 corn。我硬會想，伊講按照 corn 是鹹嘅物件，按照你係到菜嗰啲。然後就咩事？你係到酸嘅味。都少。我硬會想。tomato 很先是，tomato 很先是。然後有人講是 tomato 是 fruit 嚟，有嘅 tomato 是講是vegetable 嚟，先至係。唔是香港，我是講特別係I mean 有無相 concept， 意思就是講，咱做咩意思對人嚟講，按照你夾即個steak 啊，係到啲 ice cream 裏面，你看樣是感覺點呢？伊實加葱，加無伊對伊嚟講未？鹹未使參加天然嘅，係啦。伊是講伊是小都是鹹嘅物件啦，成個食菜啦。因為我講我到邊到 UK 我食歡喜啦，因為伊食物件個了是第一我咪煩惱嘛，對嘛？了伊嘛個是因為樣買物件我唔知是說樣唔是像我靠買啊，你去買啲package 要自己煮，自己 prepare แล้ว係啲oven，要往到馬來西亞就用 oven 嘅嘛。哇 oven 是我 heaven 我講。做咩事 oven 是你 heaven？我做 muffin， 我做cookies 嗰啲。誒，咧即係你按照你把條你包，所以你把條你包是到底應該把條嘅。冇，我攞去 travel 嘅時候要拄條。你拄條是得咯 ，travel 就得嚟，係咪國家？馬來西亞啦。OK，你係個把條啦，所以你對去英國時是頭一道 expose 到大嘅入邊嘅。英國嘅生活啊，冇啦，去 experience 邊嘅生活，那對嚟個嚟 register 搞完個了。OK。那個我變冇嘢啊，就個一變紅油。哎呀，唔要緊，先 modern 嘅人嚇，紅油係少少。了，因為我到馬來西亞我就講嘅嘛，我哋成
I mean 我有只咧无好嘅 concept 嚟 racist 啦，或咧嘅查甫就應該做查甫物件，查甫做查甫物件。老頭腦誒。老頭腦嗱，我去到 UK 時，人講誒，咁咧，這是這是個牛咧。แล้วติดแปลนโน่ติดกลายเป็นกับกี่แล้วกูจะเจอแต่กู我感覺是好物件，其實是對我嘅 relationship 是不好嘅，喏。哦，係咩物件講啊？我有啲物件啦，你想講，你別使做一人嘅物件嘛，你搞完了，你別做兩個人嘅物件。不是好啊，伊無想講我講啥，兩人白絲絲。啊，對。你有囡仔未啊？你有囡仔未啊？我無愛有囡仔，我就是囡仔。哦，OK。我就是囡仔。你要正係咧interracial marriage 哦，conflict on 個囝嘅 method。哦。咱個人哦，囡仔個囝啊，哦，咱個人囡仔哦，包甲真正濟嘛，零嘛，行零啊，咪是幾啊？啊，無人個囝是托甲開個嘅，你看呢？零天前有安尼 concept 啦，所以即係我會 friend 這是friend。我 friends 有講過啦，有 conflict 咯 between mother-in-law 啊，嚟一個就愛包㗎，成個巴掌啊，一個是講未使啊，所以其實全部是阿嬤嚟啊，做咩啊？其實對我嚟講，我感覺到真正是真歡喜嘅事啊，因為伊家庭啊，真少啊。無想講當人啊，或者家庭有之類親情啊，少啦之類，有冇嘅樣特別我一個我有一個媽，我一個媽，搞掂啊？是伊個這搞者有較無咧想，伊特別看。無啊，佢哋是 family 呢，佢哋是。有講哇，拖卡厝啊，哇，嗰啲哇真係好嘅，拖卡厝嘛是呢款嘅，對佢嚟講。等下我個想到一個往蝦米物件，人誒，特別你感覺到你誒成個你誒愛情有成個講愛，伊真正感甲你對，啥要學你誒方式呢？就是因為邊個福建嘅事，我講哇，你 special 啊，有一個邊個福建啊？哦，哇！伊本在邊個福建啊？Yeah, been to Malaysia 啦，往到 Malaysia 往本一站了。我有計講佢邊個福建有乜物件係事啊？你講好啊。你有成日講，伊成個我係紅，伊是真正怪順話啦。伊成日講，伊直 try to 會成日會。伊毋是講，他有一種，伊毋是 orange chicken 就是成個講，伊成個比我較 Asian 就有一種嘅人啊。有一種伊成個真正有人是崇洋，係伊直接崇咧Oriental 誒即個成個 Yellow fever 係 Yellow fever 有類似，特別我紅唔成呢，我紅伊是特別伊真 respect 我啦，所以我愛物件，伊係成個講伊無事教本好啊。伊是講久久一擺，伊會成個陪我去食我愛食嘅物件，特別因是毋是伊愛食，是伊知我愛食，了無人甲我去，伊就甲我去。了伊若是有當時成個伊無物事甲食點心誒，所以伊就我去食點心，就是叫我過啊，了幾若日我愛食點心嘅人，我叫伊。了若是有當時吼，伊真正我真正是堅食吼，了個叫無着人去時，伊就會甲我去哦。佢唔是講是看，是坐了看路。伊有食本啊，我哋叫你家庭物件去食，伊無是甲食，是無是甲食咧吹物件。特別當伊叉燒包伊會食咯，就係叉燒包就係用嘅嘛 entry level 101。佢唔是 because of 我是看佢哋位咧是看佢哋人咧是大囝，個是細漢囝。一人。哦，一人啊，咁講。了，如果有個人就來大囝較清早人來凊彩淡薄，恁細漢囝咧是較大度來，我愛我位啊，我無插管你講乜嘢，恁有遐尼 get 就對唔對啊？咁講。
特别 culturally 伊是我講聽當今日講聽到頭是แล้ว我頭就 first date 是往是去 Vietnamese restaurant 我冇就啲經嘅是講拄好我未去嘅是我咪是去 Vietnamese restaurant 你過一幾年後咁會話你講你去Vietnamese restaurant 是唔是你會 test 看我係用 chopsticks 特別係伊是伊唔是講為了伊只 respect 我 culture 伊無 maybe 無 understand 無 agree 特別伊只伊 respect 我 because of 我 embrace 嘅 culture 伊 respect 呢所以我感覺就真係要唔是特咧 interracial 嘅 relationship 啊無像咱參整嘅感情嘅成功嘅呢你有啲人特別想講嘢嚟講啊本就係坎坷嘅咯成個一年年賣啦然後成個人講我俾灌湯嚟啉你伊都唔加食你年年解亂咗你咪是白你只逼伊成個伊逼你但係只 fish and chips 了我做法是講 OK 我把路我搖我煮一個物件你 agree 咯你無 agree 你使食你嘅我食我我有本來我較濟時我要找伊本愛食物件成但是我本愛食特別有當時呢想我人有想講我真正要食咧伊講I don't mind 啊你若是愛食你家己去食咯了我咪是家己去補咯安尼看冇有啦所以我食我會食伊了有時是變多個接受下面本咯。你先講，成日講啦 ，OK， 成日講你見食垃圾啦，阿什垃圾啦，你一部屬個臭味嘛，伊會嚼，我個是未食，伊未食都是未食哈。我知伊 level 啦，所以伊成個我人 travel 做嘅時候，我去嗰邊食烘是，尤其對馬來西亞是，伊會問我，因為我 Would I like this？ 我甲伊講 No， 伊就冇 try 咯。然後是講我懷阿甲講伊會解會曉食，所以我就講你 try 嘅時，伊就 try， 所以伊就 trust 我，就是講我講會使 OK， 伊就食。特別有咧，我查在我係 try 嘅垃圾面，伊是在我只 fish broth 榴蓮你嘛袂，榴蓮捌食過，伊捌 try 過，特別伊袂食，小臭味。榴蓮會喎，我冇會，伊真正suka。有人個 suka，伊袂打很榴蓮。伊是袂食咧。伊都買你煮啦，就是講你做臭佢進厝啊，伊都買啦，伊 OK 啦。伊無 suka 咯，所以伊不 don't mind because 那是我愛嚟講，伊本嚟特別我是無 suka 到厝內入面煮會調味嘅物件，所以我煮咧，我煮垃圾，我煮過來，我搞是到啲國口，我 backyard 嚟煮嘅。你不出事咯？嗰啲無啦烘嘛。了我 outdoor 嘛 outdoor 咧人都冇人出來人正嘅人都冇人都冚掉，冇食個人咧，所以你未味掉嘅。了都去出來個口啦，了垃圾下面我到等因嘅是無地嘅時，我個自己較煮嘅就是。我去我朋友厝，我馬來西亞嘅厝，人哋叫我去煮垃圾嘛，人個攤食，所以我去煮垃圾，可能了個味臭味我厝，特別我講嘢特別一隻狗隻熱好似哦，一隻熱哈，我隻個我垃圾正熱啊嗬，伊本會食好似，伊再熱特別伊打很食，我垃圾伊狗隻熱過，就係馬來西亞當人我垃圾。伊間食咩物件？伊間食咧成個較當味嘅 Asian food，成個泰 food 上食伊是個食特別個是個食Vietnamese湯喎，咧。粉一個是個啉喎，了特別了一個是個食係成個nyonya食番茄食一件，nasi campur nasi lemak rendang again。對，nasi lemak tu belacan mah tu食。belacan食係，sorry，saya is 個食係咩bihun，我真係見食bihun嚟啊，我以前係食bihun啊。哦。就是應該是伊 taste 啦，然後過來就是筍啊，迪筍，哇！你炒噶，佢進出去啊！你寫你炒就香嘅嗬，成炒就哇，炒就香咩咧？伊大隻煮，我講我會死啊！特別好，你知唔知炒就香？炒就香是係咧，伊你無 fresh 嘅搞就要嚇 ，fresh 嘅無炒就香嘅。
冇啦，I don't think so. I think 特你本身你講炒啊。冇 fresh 唔是講我伊買係一批 fresh 不 fresh 要兩種，一種是 already process 過嘅，有一種 fresh 嘅滴筍是成啊，把滷甲刮出來，到啲一滴下面熬出來就寫一皮啊，嘅切嘅嘅嘅，係你冇味嘅。我即係我人啊，嘅嚟煮牛奶啊，滴筍牛奶啊，係你真正好食，一縮咖喱薄薄咧，特別如果是正當金 can 嘅。你買一瓶 broth， 還是一包的，啲等人店買一包浸入水啊，喺呢只炒就破誒。下冇呢？can 你有炒咩？can 你乜有炒？冇炒啦。一煮米粉個湯咖喱筍，哇！未當。未拗。interesting 哦，你奇怪哦，英國人佢會食這筍哦。係啦，阿龍咯，我呢卡吹我看到，白卡吹看到。哦，是啊，夾帶係食。來分析冇卡吹嘅。阿龍，一個冇看到。阿龍，你冇看嗎？阿龍卡吹你冇看到啊 ？expose 誒。然後阿龍，你rasa 係咪物件你當晚你講句句那行啊，自家食了，特別你再講你驚食啊，特別你再講可能韓國人冇自家食，還是你會愛感情愛情冇自家食。也冇自家食，再講也冇自家食。嚇，你驚食啦，你再講你驚食，特別伊人冇自家食物件。Actually 有隻韓國嘅物件，我自家食，特別對方冇自家食嘅。哦，不有人款嘅物件哦，不係你情形，不係對人嘅情形咯。養隻奇怪就掉咧啦，咪講就食啦，養隻奇怪就掉咧啦。養隻物件該鹹啊，該鹹啊，幾鹹物件誒。查某寶，你自家食蝦米物件？你當晚講幾條湯嘅冇自家食誒？但是講是白種人啦。你食嘅蝦米物件？伊人，你再講你自家食，伊冇自家食。你是講未白路啊？嚇，阿文你經驗過啦，你蝦米物件？你驚食，你意思樣是冇自家食呢？香港當時會過達到伊講食咪我是蝦米三百不食嘛，我嘛 OK 咯。但是你嘅食飯啊、糜啊、雲吞麵啊，迄種物件是，伊都未食嘛。啊，就是啊，你當人嘅菜啦，伊未食，然後都未爽啊咯。特別你未想講，你伊嘅實講，你未食 ，OK， 你食你我食我 OK 啊，伊 OK 啊。你家己未爽 OK 啊，特別係啦，我家己未爽啊。食一道會死嗬，你好食物件。特別對你好食，對伊無好食咧。係啦，我就是講 baby 你做戲食淡薄本好嘛。你做咩？你使去你等間你坐位食嗬？你叫你叫伊未使咩？嚇？你但是你去example 你去食雲吞麵嘅店，了雲吞麵物件通叫咧雲吞麵咯。咁啊，你叫雲吞可以啊，錢嘅。唔係雲吞麵，食雲吞餃咯，食雲吞餃咯，咪麵咯。伊都是無愛去啊嘛，你我都是未熟啊嘛，你你讓我少落死咩？你嚟 compromise 咪叫啥物咧？我無是干唔是啥物，我無愛問伊哋，特別我看伊面，伊上個垃圾上個我隻腮安尼看對啦。哦，俾個我愛去食餸咯，食咖喱嘅，是食咖喱嘅，食炒嘅，食無好食嘅。俾餸咯，就是 only compromise 咯，兩人俾餸咯，不負責。安尼看到你打啥辦？你食物件是。嚇！伊毋是為了食物件㗎，老是講伊賣鳥話，就是真食物件賣鳥話咯。哦，食物件賣鳥啊！若是食物件賣鳥，真食物件不是賣鳥話，姑姑都會發現了咯。哦，對咯。就會講我係情形好一步就，有陣時講我係食那些實質嘅物件會厭鳥，特別咧嗬，伊就食個少淡薄啊咯，然後伊個咯，我講你再講伊無時間食誒。嚇！你會多就會講你就是你咪無時間食咩講？啊無我怎麼食飽了？我怎麼講出來？這都是我希望嘅咯，我睇咧講埋。哦，這是你希望。你講你無時間食本好，你地少你
哇！你做戲啊，我看老啊，我唔敢看。你老蝕嘛？你愛整老蝕嘛？咪做戲嘛？特別只隻阿嬷先。阿嬷是講，唔是，你講咪講阿嬷甲長人啦，咪講安尼會嘅口水啦，你講上嘅，阿舅人甲阿舅人啦。然後有咧，伊真正順較累驚了。你講嘅是。然後個個你無。係咪問題啊？你係咪問題？其實成個伊無係你安怎講啊？伊無，你覺得伊成個伊無。show 咧，伊嘅家己 real identity 是唔是？你是係咪人哦？咁了人知嘅，日本人安尼款，伊係咪物件冇嘅嚇？你都唔知伊只是暑假，敢是無暑假咧？我人無暑假就講無暑假啦嘛，無做。日本人真正。特別講笑就無暑假，你個袂笑誒。咕咕咕咕的，伊覺得袂使 say no， 伊就覺得條 rude 咧，你個樣culture是安尼看咧。變做我成個小人吼，直直問講，你說我食一個，你說。我安慰呢，成個講伊陪我去，我知講伊無是個隻，我知講伊去係咪是無是個隻，特別有當時我家己演講嘛，我知講去陪我去陪 ，make sure 拔刀嘅時，咱特別有機會成個伊有當時愛食嘅物件。我無想愛食是，我問講 OK 啊，可以去，咪特別咪做互伊看，講我無咪愛款啊，因為我知是硬，伊家己成日知講伊無咪是個食特別為啦，成日應當伊食Korean food，我知道我就少食韓國餐咗，然後我逐禮拜六要去食韓國餐，我食個一驚咗，然後伊就OK 啊，我再聽伊口氣，陣20幾年，我就知伊OK，伊就是個 boss 啊 ，before OK 就是知講伊無咪是個誒。然後有當時我家己愛，所以咪冇插伊咯，單講我。然後是佢食了，不到伊愛食時，咱咪是較順呢隻款，伊愛食咩？特別我講日本人嘅恐怖是講，你做掠無球，講伊是暑假，還是無暑假，無所好你看嘅。就是講南面燒嘅，就是淡薄行龍江嘅很。我去普羅者啦，係我嗰班我哋邊邊時，我知道。有一啲嘅 show 是日本來嘅，係啦，伊日本嘅 show 係啦，伊 local 啲 KL 咧有一個查某，伊是個迄個叫咩啊 Japan Foundation， 所以伊是規個官方嘅，就是講一個 government 嘅一個 body 嘅咯，日本過來嘅，係啦，特別迄個查某是大啲馬來西亞10幾年嘅，所以伊真識，伊是真正 open 嘅人嚟，伊是日本人裏邊咧真正 open 嘅一種嘅，所以伊because 有 exposure， 所以就講咱馬來西亞人做日本嘅人做伊明白咗，所以。cross culture， 我你去了啊，一個要被趕 back 了，要對 KL 咗，所以你就同我講，陣嘢你去了就會了就一點半，一個樣一點就得準嘅，日本一點就得準嘅，對，一點半，讓大兩支起來邊，到後就咁樣聽 ，OK 哦，係咯，我度一個我是 manager 嘛。我咪接去咯，就係咁辦啦。我啲咩人補做得物件本，佢家己嘅物件本性，然後我就行入去大會，去為迄個規定嘅日本啦。我唔樣 OK 哦，人嘅物件覺得好少，所以我得好少哦。大隻部嘅時間我唔樣 OK 哦。迄個話術嘅咧，本身人家是講，係，覺得 OK 冇問題。然後我就我得好少，你講冇需要啫。然後我冇去到，就攞到可能啲冇影到個物件啦嘛。我對個 office 做一邊嘢，迄陣我走過來問我就，我陣我唔是講英文到下手咁樣聽咩？我特別我自己冇影了，人講冇需要嘛。係咯，你講好 no， 因為人是日本嘅大波嚟，人冇可能咁樣講需要幫助嘅。哦，人冇可能嘅。That is why 我成舊大人講希望人係到，即我是 OK， 我係到下手嘅。我自己每日伊講冇需要，後來就我講伊是安尼款嘅，你點樣硬嘅到下手嘅？日本嘅大波是特別按咁樣講嘅。哦，好勤考咯，所以人哋咧比較少啲心裏邊嘅咯。係啦，恐怖咯，只係恐怖人。你講真係勤考做朋友噶啦，老實講。伊成個正咕咕類垃圾，伊成個成嘅你看。特別你話未使講，你安尼嘅，等住。起哄嘛？係咯，我有一對嘅，我啲邊個時我教福建話就邊個福建話就，因為有一對嘅紅婆，伊紅是其實是台灣整，特別咧嗬，伊是到啲日本出世，啲日本大漢嘅台灣人嚟嘅，
係咯，就是伊本身日本嘅心、日本嘅腦、日本嘅人嚟，特別伊嘅 background，伊家庭嘅 background 是台灣啦，因為古早台灣是和日本關嘅嘛，所以日本只有係台灣人嘅，台灣人嘅後代啦，啊咧伊是其中一個咯，要後代。對，啊咧伊咧嗬是傳日本波咯，因為伊個本身日本人嚟，伊是 just 拄好伊厝內邊嘅人是台灣人爾。所以伊本是日本嘅，特別伊想法較無相咯。啊，我教學嘅話是，我都發現到就係無相嗰種。係教咗我教人解釋嘅物件。啊，其中有一項咧，我講我講日本啊，人就有禮數咯，人就注重人嘅可能 manner 啊，然後就係table manner 啊，行路尾行人行禮，然後就係禮數。啊咧，伊翁。就看到我講哦，你講你感覺到日本人真有禮貌，對我是啊，因為你唔知講日本人是蝦米人，我其實是因為你無明白，OK， 伊家己本身是佇日本出世大漢嘅台灣嘅種，但係咧伊看會到嘅物件咧，甲本地正日本人佢無相，伊看咧較明咗，伊講日本人嘅禮數咧，甲了是做互你看嘅，人講正嘅日本人咧，可是真正無禮數嘅。人咧可是無佇咧面前，互你看，是因為人要顧掉，唔是家己 image，因要顧掉規個 nation 嘅 image，因即係出世度，安尼看啲啲可能細腦就你做下面物件，你特別別寫衰咱國家，別寫衰咱嘅人，因接落來度下啲想法咧，所以下面物件聽，愛國嘛，伊唔是愛國，是愛變啊！我講。所以講哦，日本啊，喺你面前，甲你講不要緊咧，其實是真正要緊嘅。嚇，伊甲咱是騙你嘅，伊家己本身我講，你袂使相信日本啊講嘅物件，伊家己本親嘴甲我講些物件個。我就講一樣嘅人啊，你去國家，伊唔是淨係排隊咩？蝦米物件排隊，然後真有真正 organize，然後樣出國呢，嗬，冇排隊啊。做一些人排隊，也只係排隊啦，插隊啦，咩個了做個了。而且日本啊，在日本啊，我孫啊，同佢在日本讀冊嘅嘛，所以伊朋友嗬，girls啦，查某個啦，因真奇怪，我嘅孫啊，在學堂為幫曬嘅啫無，所以講查某別使在學堂幫曬，咁我嘅孫啊講，幫曬佢擼嘅咩？因為一路送人，一路唔過咧，查某幫曬別使偷味嘅，即係幫曬佢隻會當幫別使味料嘅，即係是一個 manner 曬，所以人哋關處幫曬嘅，一幫咗冇聲嘅。伊唔知邊種做聲嘅，嘢嘛，介嘢一定係你追出來，樣貌介。唔知，所以日本嘅人民當然有 music 嘅嘛。啊，正爽嘅人民，我正識跳。music 就是講你愛出街愛撥到入主嘅音聲，就會 music 啊，小聲了。小聲啦，哇！我前晚我真係叫日本留意嚟講啦，叫我日本留意嘅日本硬嘅。是啊，我前晚就講你大行咯，人嘅物件真係好笑嘅。哪個頭家走去到邊啊？幫曬。講去幫曬啊？你頭家做小事，其實都去幫曬嘅。我走去入水。sorry。你節目話啲 caption 你咪咗，你 caption 係 Well, I thought you had 3。我走去入水。冇錯嘛，阿長大家入背了，要幫曬嘅嘛。其實佢冇使冇辦過啊，當然我是到啲 phone 你拍接嚟啊，我另外一個 camera。看到你 kitchen 啊，到我 kitchen 嚟，了哦，冇，我都看埋，啊，冇tomato多，攞塊電話，佢呢邊咯，等我邊，按照邊個嚟嚇？哦，嗱，啊，冇位tomato在攞整殺攞曬嘅字。後尾個 pepper， 即是我見面嚟聽嘅。honey pepper，佢冇清楚。bell pepper。我今日以為是假如cili padi 啦，假如cili padi 去。
我講物件講，等我錄去樓下先，講就講。cleanliness level 有影響就無論誒你 interracial 嘅 couple like you know 因覺得這是隻垃圾。你只 personal 啦，應該無解 race 無關係啩？這無解 race 關係，我係boss 嘅垃圾。特別韓國人只垃圾咩？唔是咩？韓國人無當事。我未去寫啦，我做阿三咯，咪做羅仔。你是波嚟嘛？你講。係啊，我是波嚟嘛，做羅仔咯。誒，不過做阿三咯。但係誒，特別我昂是清氣咯，我叫厝啊，洗物件嗰時我昂做嘅。特別有咧，我有拄過有咧白啦，伊成個我攞上班咯，他們嘢我會食嘅。有無食物件唔是嚟。我是講是一直老闆嘅情節是講就講阿某人有誒一直講是穿鞋入厝誒，呢有誒是講袂使誒，所以如果就阿種喺背後就阿某啱啦，可能是講伊直講是穿鞋入厝啊，所以實在你都講袂使，咱誒厝實在就袂使穿鞋，所以伊會講嚟實在都穿鞋入厝啊，可能嚟。無領誒，你看啊，伊買厝啊，伊買厝有夾筆嘅啊，伊穿鞋無插銷，到一邊啊，伊塗骹無夾筆嘅啊，馬不頭嘅，無穿鞋。你講一邊都應該穿鞋嘛對。特別我啦啥時候穿鞋有這個問題，本來對我來講啦，這是成個 OK，咱在咱當今這個產整嘅感情線咧，咱會即愛整。如講，到底是該整嘅是感情？愛整。如有咧物件你會 compromise， 有咧物件袂，成個你特別，你問講這參整無參整啊？你無參整，有當時你咪特別聽 negotiate 嘅，你會愛整嘅嘛對。有個人是生意成日款嘅，伊暑假人款嘅，然後你當今做只大，你就咪特別參詳咯。然後無穿鞋呢？對我來講，係到處那是穿鞋啊，我有可能會叫伊 consider 買穿鞋咯。特別好個就係我啱到處無穿鞋，所以一直落來，每時人看，伊有穿，成個人來我嘅厝時，伊無叫伊人買穿鞋啦。特別伊家己到處時，伊無穿鞋。特別伊較似我爸嘅朋友，較似是。伊袂叫講歹勢我無穿鞋到厝，伊袂甲朋友啊，甲是迄個contractor 人啊，做厝人啊，嚟做 internet 人哦。我迄個是不要緊，我是 why 什麼事？是毋是以前的加入吼，叫人買穿鞋？哈，我伊大甲我曉，伊對我嘅款是明白嘅，講做就係大，特別外邊嘅人曉。你伊買啥叫伊即是伊人有個人，唔是講人嘅教則，我嘅教則是對嘅嘛。你特別就講伊人教則是伊是 feel 到講伊無需要，地點先無需要去上去假人，你看一律使討論嘅人，特別較濟人白往較識嘅人咧，樣一模嘢，伊在伊成日在講哦，你接來看，隔離我無穿鞋嘛，所以伊人對妹我條討鞋哦，我講你個技術家，你買討鞋本唔要緊，你個技術家啦，咁樣看怎？有一項好嘅微博啊，伊互我加分啊，我定估數分嘅啊。哦。找真正濟年嘅 solution 去加啲分啊，我未必無想過啦。未來伊個講你往背對去 UK 啊。因為講我就講，我記得我加有分啊，所以未看你嘛你吧。แล้วเรา想講伊爸嘛是無數分嘅人嚟嘛，對，嘛是對要找爸嘛話要過一站，幹你爸嘛數分嘅人嚟。你想個掉佬啊你，掉佬佢。伊 maybe 就是伊家己無數分條。伊無啦，我無。你即係人啊，大部數分嘅人啊，伊那是安尼啊無數分啊，伊真正無數格數分嘅。特別為咗好分啊！係啦，好啦，我為咗加分，我落行考啊，即兩年入邊。
你當然 still 有成個見咯。見啊，我有 solution 啊，我食 mushroom 啊，所以老杯 OK 啊。哦，只 mushroom 是咩 ？mushroom 咧 high mushroom 還是食你等人嘅香果？我有 solution 啊，我本貴啊啦，你很快點先？哦，OK，所以你話你索你見過你見過啊啦，你見過。呀，見貴啊，冇啊，你哋見。起見呢？點先過啊啦？食很快啊，你有嘢食很快。你結婚就幾年？7 years 啊。7年都夾嘅啦。OK， แล้ว你個想看過蝦米物件係以你嘅愛情嘅方式，你是屬解，你 appreciate 你人嘅culture。養嘅花真係水，真係棒。講人跟住講話，講人。我講嘢culture啦，咪講嘢你國產。有嘢嘛，伊厝嗰啲花了，哇！成個樣嘅culture係咪？成個我啦，實掉有當時，做咩事我感覺到，那是講我有淡薄影響，有英國啊，唔是英國，有外國美國人嘅方式參加，應該美國人啊，阿某國家，甲人當人嘅無相嘅物件，參起來啊，有啲物件。我是成個我會攞面本用咯，有啲是用是用你用當人，有啲用阿嬤嘅看法來看，攞行參起來本會啊。我是屬個伊人嘅成個小做款，淡薄啷個日本啊，嚟一做互你看嘅伊個你數啊，那邊就我啦沙正假咯，佢哋看。你 of course respect 人特別高個一個地步，你特別 respect 人，你特別尊敬人。特別你本比賽成個講個有影，真正愛需要物件本講賣，了個嚟後尾講無，其實我是袂你打塊手嘅可能。但係嘛你我都感覺都上過分了啦。我拄着嘅問題是頭來時，我唔知伊教章嘛。然後講下我佢拍攝日本啦，拍攝啊，免啦，不要緊啦，驚啊，有嘢伊教都免咯，是咯跌咯，你講埋嘛？誒啥 ？OK 講來食咯，我都要愛食。我感覺到我夠講啊，我免啦，即係咩嘅？喂，特別人嘅理所啦，我掉先咧。伊有明食飯機啊嘛，我就係講免啦，會過累嘅問題嘛，免啦，無累人。然後有嘢是免咯，係咯，係咪免咯？樣是每條路樣就是你愛嚟講嘢就是比較路人咯。opinion 真係重要。伊是會使講是上人在馬來西亞人行累啊，食了飯啊，殺來殺去啊，嚇你啊，是香港。然後講嚟，見到馬來西亞人談朋友啊，去食物件啊，等人講，我考慮啦，你咩啦？我考慮啊，你culture啊，我考慮啊，等無人有嘅事就講我講我食累啊，人家佢一個就講我考慮，咋？無人是未講嚟答你啦，我考慮，你考慮，未啊，肯定咯。有嘅人嘅culture係嚟殺來殺去，你真係馬來西亞人啊啦。我愛考慮，你講咩？我考慮咩？我考慮，我就第一學。我係玩壞硬嘅，我舊人我直接 confuse 你 ignore 呢啲嘢。because 到底一做一下就 confuse 就 uncomfortable 佢都知哦。我一項物件就是定咗我對佢教應嘅事，唔是我對佢，我對佢我係順啊，我係即係查某孫教應嘛，然後。到啲馬來西亞對起我咪是依家我翁家我伊翁媽啦，做隻旗嘛。然後我就講紅包，安怎包紅包咯。然後我講我叫我 help 你啦，是去教是幾時學紅包是學住住。你講未？我是學紅包是要學伊個 wedding 夾波喎。我講 actually 你包紅包是要包學伊個
爸爸，แล้ว我其實個學伊個包，就是會包學伊爸爸，一隻 confuse 啫哦。人佢就是包紅包，佢就是包學伊爸爸，就耍嘛，幫貼請貼嘅人啊。是白色啦，是看最聽誒，伊個嗰個貼嘅寫講吼，我知是how啦，貼是伊爸爸貼，伊是爸爸查某邊貼，查某邊請你貼查某誒嘛，請你咧是寫查某誒，睇到成嘢先。都係你紅包就係學爸爸，其實佢一個當咧個 modern 咧，當然咧是佢哋夾包請咯，所以你夾包嘅名請咯，伊名是寫好正式嘅，你伊是請咯，佢哋紅包是學你夾包。啊，tapi ting tahu sih lah mana ting lang kaje si tong what couple 請我唔捌啦，我卡這是本是。古早是爸爸請，對，古早是。所以我講包紅包是，伊講特別是 wedding day 是好，還是 the day before wedding 是，還是較自私。我講你，而且免等個 wedding day 是你使傾，較早幾時其實對使好㗎，以為自己誒 family 嘅，還是哇，一兩個 confuse，我特別 conference 啊，我去個 hotel 嘅時候，我特別伊講。你特別，伊講我唔知到底又唔賺咗，然後亂，你特別嚟教我講啊！食飯請是有好嗎？唔是啊。無，你那是請是頭前國口 entrance 是好嗎？但是你唔是 family 啦，特別往 family 往外啲見面嘅，你就係往外啲到啲。你想講你外啲拄到教學邊嘅廚師，你實較早紅成學紅包嘅嘛？你咪講等個教應節嘅好嘅嘛？喏，你紅包我教嘅 boss 是無請啊。較應。那個你啊，講其實講，你教你紅教應啊嘛，是唔是？你就係學攞嚟紅包嘅喎。從 culture wise 講，你就係學攞嚟紅包嘅。你是請嘅，你是學你順啦啦，如果你打比分嘛，你對換較慣嘅嘛。你是旁地是個好誒。旁地學你一道 ，yes， 旁地學你一道。你紅咧不就係學上嘅對象嘅，你看咧，旁地是一道學。就請整時每日每些都知道嗬。冇啊，慢講邊慢慢等啊，嗬，攞到。有咧，是你看咧，靠咗我是你看咧，學攞到咧，是你是盆底紅包，佢是你是請紅包。嚇，冇我實到嗰啲 I think 上個了嗬。實到嗰啲啊。嚇，誒冇盆底是學外順啊，แล้ว包紅包是包學伊個爸爸。一百冇請嘅數，明白哦？讓在到馬來西亞。你出來是哪來冇請啦？你sister冇請啦？我 sister 請啦，我 sister 甲我 brother-in-law 請咯，所以我人咪是學包紅包是包學伊人咯，特別像旁地嘅時嘅類是學我嘅孫仔甲我即係就冇孫嘅人啦。อันนี้特別我人教應是我教應是個旁地 ，because 我感覺到佢哋講要緊咯，所以我旁是我旁學教了人啦，教了爸爸教了咯，因為我昂是伊細漢時伊個 parents separate 嘅嘛，แล้ว伊個媽加伊個媽昂啦，伊個爸嗰啲貴先咧特別有一個伊爸嘅寶啦，所以往請往包紅包是冇旁地是旁學我嘅爸爸。伊個爸、伊個媽甲伊個翁甲伊個爸下寶，伊爸貴姓嘅嘛？咁我三個 family 都幫。你在面數講盤地甲佢哋請無相無 ，especially 上個講 OK， 你是 close relationship 甲你順啦嘛，對無？伊是大部分佢在請哦，等於是大部分嘅，伊都是大部家己請咧，假是講伊個爸母請咧，你過來看包佢是紅包嘅。所以就是說人分落嚟，一個是連帶紅包，佢一個請是請紅包。我順啦教因我唔就咁包，你自家你 actually 是想嘅啦，你 budget 你就係啦，你係500塊，你550差嘅半啦。你想我盤頂是我順啦，我嚟買一個紀念可以嘛，做些 memory 咁咯。紀念啊！我是講到馬來西亞教員是真係排名嘅數啊。什麼事？這樣子，
即係做 video 都俾做，佢俾邊走邊走。你等我每路看啦，我每路即係零毛，路零頭毛，路啦殺掉。你那是講教因無請酒到啲馬來西亞，你會成個感覺到你真正人看你成個，哎呦無請酒那咯。落少。哦，對你出來人感覺落少。對，我出來人，我本是做按摩人嘛，我攞你個本是，我攞你個店本是個國人。哦。So I mean，這是看你我就看你嘅 live 咯，你嘛是你去接受無接受啦。特別我I think 我被對去 Malaysia for celebrate 到啦。if 我有趁錢啊，唔係做工啊。OK， 我企你其實你幾幫貼啊？我寫單就冇啊呀。冇多病啊！你喲，我只是個只，我只到你們叫實只你500塊到對只咧喂。我樣嘅。900塊一對只啦，飯件呢？誒，佢飯件本有啊300塊喎。我想我食早餐呀。早餐其實本好食，特別我只是個只你食到嘅咩喎？阿 John 啊，300塊兩人一桌。嚇？哇！爽哦，300塊。特別當叫20人就兩人呀，兩人就多是半成年啊。往尾搞一下節時，邊尾吹嘅人多嘛，攞你測試啊，對。我下你行過嘅話，直接往錯，我自己本身錯。你到點馬來西亞去啊？因為說啦，我冇個係咪前陣講嘛，我厝嘅人有好多。你厝嘅人冇到邊嚟？冇到邊嚟嘛？個朋友係咩？有隨朋友咯，有老輩係隨一個國朋友加一個本地朋友。哦。你講個拉薩就後面物件是較成個講，你成個無相嘅想法嘅物件，加你愛整。其實嗰啲嘛無相嘅。真正人甲人無相，唔是我係咪即係？伊看嘅物件我無興趣嘅，我看嘅物件伊無興趣嘅。係咪迄個無關係㗎？人嘅講方式嘅啦，即是實在無相人嘅。人甲人。一方式無相。因為你對人，我有誒。成個較方式無相，你在講是伊嘅。方式無相是我看是像笑，像我講嘅笑話，真正無好笑都冇得笑，不嘢笑。English humor。English humor 咯。但有那嚇講出，等我想看有蝦米嘅方式無相，是 culturally 無相嘅。有我感覺到成日講等我想下有蝦米物件無相，特別如果我這年我冇咩記啊 ，because 我啲成日講 adapted to 變嘢款起啊！唔是，我唔是講變嘢款，我成日意思啦，我順利啦嚇，你變做成個冇咩曉得有蝦米物件，我特別成日做無相嘅。即我感覺就是我自己變啦，我自己係咪先咧？你解解咯，because of 垃圾。變垃圾條。伊樣嘅衫無字嘅啊，唔捌字嘅。無寫了，伊有倒把你來穿嘅喎，這是我聽人講嘅。我唔係講。有啊，有啊。我細漢嘅時，我12歲哦，6年級嘅時，我係同學啊，伊嘛，互伊去食紅咯，去外國食紅咯。因為伊迄邊親戚。伊一人啦，伊會親戚佇遐邊接伊安尼啦。了伊對來甲我講啊，我親戚佇遐邊做陸軍的啊。了伊甲我講啊，迄邊查某真垃圾的，甲咱人真垃圾的，樣嘅衫甲咱都變過來穿。你無洗，像個一面穿啊垃圾樣變過來，地褲本會安尼款。這我唔敢講啊，這我唔敢。你係冇 Q 一下定嘅？你冇特別聽啦，別聽。
呢個我嘅基本先都係垃圾嘛。個基本邊個嚟稱？OK啱。我俾佢刀，攞刀嚟啦，攞邊。辣刀啊！喂，等陣辣刀，安出辣刀，安出辣刀。邊嚟個冰淇，邊嚟個冰淇去打個冰佢啊！頭整下杯，那邊一個頭整下杯，有邊一個？英國，我捌過，我唔知，我捌過一個英國嘅查某吼，伊無practice 天個碟毛啊。你冇話嚇我，天個碟毛。這是正常嘅，大佬我係 practice 唔是咩？冇，有人英國嘅查某，伊個碟毛無甜。呢個唔是跟中國嘅查某無甜。你唔是本身你人嘅問題係咩？你咪有個問題嘅國家冇國家嘅問題。有咧，像個阿摩人嘅國家，阿摩人嘅查某吼，一10厘啦先吼，10厘個了甜個碟毛，用 shaving 嘅，伊是一個嚟，實際在馬來西亞人個查某冇甜個碟毛嘅，我捌嘅古早我上大澳時嘅。英國人嘅查某，伊無practice天個碟毛誒，因為全部穿應該開起來，哇顯氣啊！袂關事咯，我唔知你無話你看無來 ，because 我有問啊，你無 shaving 關係咩？你這個毛毛嘛，人什麼？有啦，你個 girls 嘛？你講咩？我講我冇你講啊，係的哥拍嗰啲佢哋做呢。你把一個英國查某，咁樣英國查某是無甜，就是人。特別中國嘅查某是無甜嘅，中國嘅。冇聊啦，佢真係到了。你不要講英國嘅木瓜較大粒過馬來西亞。冇啦，講中國嘅查某無甜嘅，真係恐怖嘅。唔是個冇個料啦，頂。冇個料。喂，我看佢一道有一道第個呢個時，就是較歡喜去食飯嘅時啊，去阿咧愛人嘅所在嘅時吼，咁嘛是去阿咧多安尼款式個去水準啊，水上班，唔是上班係 speedboat 啦，反正出去甲食人嘅嘛。然後你中國波吼，伊嘅受水少淡薄冷啦，然後伊人家那個白係咧樓梯嘛，那個。去 from high 落白去落船嘅時，落白下嚟樓梯起來，一看白起來，歡喜叫我看，哇！我一卡曉，是講一卡無甜，係炒掉，一卡一下冰啊！哦，個碟呀，個碟，唔知個碟個，薄薄膜啊，加下冰無甜。真係 OK，有淡薄，我知啦，有淡薄咧，穿佢哋恤嘅衫，你隻恤嘅衫夾到啊嘛，對唔對？And then 我捌係隔了嘅口邊嘅阿婆也有穿內邊inner shirt 嘅嚇，因為覺得咧阿婆領頭點出來咧是只無真正歹看，所以有嘅阿婆咧也太熱天，太熱點聲韓國人就無太熱嘅點聲因為because I can check 衫嘛，因去買下啲阿婆嘅呢個係涼面聲涼氣。咁咩？阿莫拉啲都奇怪，你看你冇想紅笑，哎呀，應該會阿龍嘅，阿龍個困起啊，我咪拍電話去啊，嚟就玩啊。我感覺我audio嘅是勒索啊。啊。但每路伊每個我驚啊，是 Hello how are you？ 講OK 啦，我 OK 啦，我 I'm good 啦。怪妹 ，hello how are you？ 你唔是冇 expect 都答伊嘅，伊冇 expect 都答伊。係冇 expect 嘅，伊 just this is 你。hello 你啊，我接掉先。想阿莫人啦。I'm good。呀，想阿莫人啦。特別話是只 awkward 嚟啦，係咪啊？哦呀 ，I'm fine how are you？ 你個妹就對呀，伊個講哦呀 ，I'm fine how are you？ 你是會嚟會去。冇講嘅嘛，其實講爽嘅，特別我講句攞刀啊，時就更加就快寫啊，呢個聊個 non stop，we're in a loop，cut，
你知道 How are you? Oh, I'm fine, thank you. How are you? 你個 Oh, I'm fine. How are you? 個每度都錄係先就試下你錄咩係你試啲派啊？要 from 外婆朋友我本我就這邊叫像我講煮食啦、baking 啦、做 cake 啦、做我哋咖喱啦、roti 啦。嚇，其實係英語嘅啊，simulation 我講緊你坎坷咧。冇關事做。冇關事做。了其實是佢條 recipe 嘅啊，然後原來係咁樣。補物件。有 temperature。補物件人做啊數，當然冇去補啫啫。我冇補。做啊數補啊除咗啦。了把路多個角，了煮打節煮。嗰時我嘅 favorite 啦，我本是個煮。你煮咩啊？你家姐煮咩隻？阿毛隻還是特人隻 ？Finger food 啦，就是嗰了落 oven 啊，嗰了可以煮了。有叫我落去補就好啦。補，了我個去煮伊當人食，伊係咖喱。你啊，迪筍。迪筍加米粉，迪筍加米粉。誒，反正我冇食迪筍，你只炒嘅，整個西面。迪筍同糯漿啦，我講，是你似，你是炒椒破誒，我唔知啊。我食到嘅時係你菜粿啊，你紅哥佬啊，伊講即好料嘅迪筍你愛夾一地嘛，我 OK 咯，夾對去。是啊是，我每禮拜做咩有嘥嘅，整個雞卡脆嘅。誒，雞卡脆有味咩？有啊，嘥嘅味，冇我食過鴨嘅卡脆，冇少少食。哇，嘥嘅味。哦，你是伊雞味。雞卡脆我冇食啦。誒，我真驚食雞卡脆。我看到尖尖嘅，我唔敢食，我知是卡脆嚟嘅。哎呀，我早食雞卡脆食，好食。雞卡脆，喲，我叫住我訂雞飯嘅時候，我特別是訂20粒、30粒雞卡脆。啊，我呢這粒咩？你就訂早起訂幾日咯，燒下咯。我是個食迄個殺嘅卡脆過燒嘅卡脆。有臭，冇臭。油啊，油呢，我是個食油哦。冇臭誒，你阿毛啱未食雞卡脆？別，阿毛啱未食雞卡脆。阿毛啱。反正你切了，你好伊食啦，你家講雞卡脆嚟。我一知誒，你往特別一隻，好，一第一暑假食嘅物件 ，one of the things， 不，頂住我把門呢，一隻暑假食德基嘅 roast 德基，但我係真正搞做 roast 德基嘅，我 roast 德基真正好食，真正 juicy 嘅。然變做我同我去伊嘅厝 family 過 Thanksgiving 嘅時候，是我做德基嘅咋。咁咧，even though 我唔是美國人啊，定到時，唔是定到，我唔是出自美國人嗬。我煮嘅時，我特別是德基是我倆手煮嘅咋。因為伊德基嘅咖啡機卡脆是我食啊特別。大咧，嗰條卡。好料呀，嘅卡脆，係特別冇我加到伊隻係咩物件？往家你伊特別煮雞湯嚇，煮雞湯要往自家用你即係打嘅肉嚟煮嘛，打嘅肉嘛就一啲皮咯，伊就貼伊皮啊，我解，我講你看到啲 oven 嚟啊，然後係你 rack 住佢啊，入去補一下搖嘅แล้ว出來啊，是變咗咖喱嘅，然後上邊有破呢嗱。咩雞皮本嚟啊？喲，你冇做過呀？我唔知，我想雞皮嘅煎。煎乜嚟？你嘅係點啊？煎乜嘢啊？我比較加速個隻肉要破，較好食。我們是個隻肉要破。喲哈，แล้วก็有另外一個我是感覺到我來到美國大嘅時間有食嘅物件是steak 咯。steak 我冇食過做 steak 嘅，喲，你食過吧？你拜過年冇食過吧？我食，但係這邊馬來西亞嘅真機會，你食到定嘅冇食。哦，哇，哎呦，我當時想到個要食，哎呦，到底老頂我頂住把你個買三地嘅好食 rib eye。咪講咗啦，見啊，哎呦 rib eye 嘅好食，我講聽我得煮，我夾你。
迄個啊，我記啊，去普羅去啊，去普羅啊，去普羅。冇啦，咱講啊，我知嘛，咱講我知。我落一4點鐘啊，我夠食啊。了，我都不得有為你去知為。了個有一個啊，伊個 rib eye 好，你家去行咧 sous vide 啊，แล้ว個煮個 update temperature 好，你家去補啫。哇，比較好食，女個定邊上班食個要食去，個好食，個胖。啊，我到時候要食，特別係最近啊，個 cholesterol 高，冇必要食。誒，我只係暑假食咧牛肉油嘅咋，即係油我暑假食。我都講起啊，無人啦，伊上個伊較會寫較懸了時啊，伊會寫較長人嘅款，愛食較清淡。無即回事嗬，不一樣是無即個物件，無即字啊。啊，有 ，I think 有呀，有人見有時樣成個要食 soup 跟食 salad，你看到老人。食食 soup 跟 salad，然後有嚟老人。唔係講係你去80歲啊，講貴啊 ，maybe 40是50安尼。40歲嘅時候成個我你去食啦，40。我嘛是差唔多了。是，安尼我去食是差唔多條關啦咯，當然。定到我免呢，定到我係。我咪講路啦，咪講亞洲嘅人講下你。我有本啦，特別有當時無上當見過咧，是 low carb 啦，就你是就 low fat 啦，係咪？其實都英國成老人無興趣嘅啊，無成個馬來西亞人興趣嘅。因為有往I mean 伊人有medical benefit 啊，馬來西亞無啊，馬來西亞是俾互俾去看落關一箍銀啊。啊，嘛是有 benefit 咯。有啊，一箍。嚇。你會學一箍？有幾箍啊？點解貴啊？美國嗰啲屎啊！伊人嘅免排隊排到半死啦，人嘅就要排隊排到半死咯。但是你嚴重來講，不是係排隊嘅，因為真濟人冇這個病。掉本。除非你係死咗，你係死嘛叫。OK， 喂阿偉一項講阿偉一個 lasting 路人哪裡無像這個沉靜嘅特別 compromise 咩啊？你名伊抄我，伊唔知哦。特別依家教名嘅咯，一定。是哦，以為講名。我咪知咯。特別邋遢咯，嚇邋遢，伊我邋遢時有當時伊好笑。伊特別伊邋遢好笑，特別是按着伊明白啊。有當時我邋遢，伊是講哈，我只say，伊是成個我甲伊講話，然後我甲講 nothing just 邋遢，伊就明白。我可能就成個我冇看啲個幾好嘅物件，伊看到嘅。哦。I don't know from 伊個招嘅，還是 from 唔知啦。你講下係咩物件？係咩物件？你話是白沙泡湯物件，是你話是無好物件看好。OK，響馬來西亞啊，我拄着我朋友嗰啲啊，長人啊，冇愛留長頭毛嘅啊。啊。我就俾留啊。你suka？你都suka，是哦。因為伊感覺到這是亞洲人嘅看法，好看嘅款。哦。不過我若啥好亞洲嘅人真正鹹濕嘅，也是愛安怎講好嘅話，真正鹹濕嘅。哦，對。了伊人嘅人較好咯，嘴較低。我就俾做逼咯。你想I love you，還是how are you？I love you，特別 I love you 有啦，當劍是講我成日教我爸母，安尼親母我冇講 I love you 嘅喎。冇講嘅，但係 text 嘅有有嘅。text 有啊。text 會from parents 啊，然後嘅你想I love you，有啦有嗰啲。你都怕字是有講啊，特別講。特別我有教我阿有講啦，特別教我爸母冇講喎。我教我厝人冇講啦，我講。我翁就講啦，我翁嘅媽冇講，特別。我厝嘅人是冇錯，你都教嘅。特別有影本講嘅你正成個Westerners 較一樣較
喙較甜較硬講學咯，個好話。我唔知是正是假物件啦，我聽嘅唔要緊啊，聽爽咪好咯。聽人拍會愛啊，爽嘅。爽者了講白啊，就當人嘅別講嘅啦。伊看了你三歲，你拍冇事。我看到物件就是舊演啊，就一人講哇錯國人啊，咪個了，你別使講白冇用嘅。嗱，個人一人無相。你變個你有溫度心啦，還是你有堅心啦？你免講舊型啦，干了物件，你若是叫人來比啊，你就是比死人嘅，人比死人。有俾有，對我講我 appreciate 啦，我真正感謝啊，我有吹到這波。你嗰啲我到馬來西亞就人講，哇，這未用啊，這三百落嚟啊。嘿咧，明飛，你是成日特啲感覺到你是特啲馬來西亞，是成個人看你無。我是三百，我是馬來西亞三百。英國橋嚟做劍咯。明飛。แล้วรู้ราซาติ講就แล้วรู้บ่成個鄧人本地馬來亞查某朋友個哦。有啊。特別話未啱啊，係咪？maybe 是迄陣點我係會聲嘅事，我有未學到太這物件嘛。未啊咪？未學了啊 ！I mean 我記理想，我思想是我被看個這物件，要出國咯，即是大你馬來西亞人不愛物件出國。所以我愛 success 啊！我做啲我 dream 啦。了，因為我有之前我有 local 嘅 girlfriend，but it's more like 未講太濟物件咯，未講啊國啊，講攞 Q 本是想要出國。係咪如果古早你馬來西亞 girlfriend？是啊 ，OK， 我拍拼個了，不是愛出國，但你冇機會出國嘅。要話你搞英國人，你有感覺到你個無相咯，你個 international 咯。台灣人講嘅有人看。阿龍講嘅係你講琴日安怎台灣我聽到人講。有一個 bright 咧嚇，我拉薩啦，聽講這邊嘅啦，這邊嘅。這是馬來西亞嘅看法啦，這是對我嚟，我本身嘅想法，我就講是無好嘅。有個人啊。伊是專愛打一個教因這個物件來過關呀，唔是講佇馬來西亞啦，我家己看過啦，佇 Australia， 真濟馬來西亞人喺邊讀冊嘛，未必去英國本好，去 Australia 本好，真濟嘛，然後像講你是唔是 professional 嘅 course， 嗰時係咪你過了你嘅 degree， 嗰時你 master 了係是你無通 extend 你嘅 visa 加一年，嗰時唔冇嘅，你無找到工你就對啊，嘛伊啊 control 嘛，然後伊人就真驚咯，所以伊人就會佇遐咧真短嘅時間內邊去找一個人 ，hopefully 遐個人會 sponsor 伊 visa， 我甲伊交入 invest 甲伊交因啦，像個中國部本是做安尼款嘅物件真濟啦。所以我捌一個人咧，伊做到真正出名，伊是無想個無 stop 地 try， 伊為了伊後點樣講，就是愛留佇遐邊，伊有遐個 visa。然後伊特別做真濟無啱嘅物件，我是佇馬來西亞都捌伊咧嘛，然後我都講你別使咁做嘅，你想害到你家己啦，真危險嘅啦嚇。特別有人成日看，特別如果拉薩掉。有可能是成人感覺到外成北位，安怎講啊？國嘅抽甲青啊！國嘅抽甲青啊！了阿薩愛去外國，然後呢，了特別同我較早係人較早幾禮拜是人講要退休，是個要對別人嘅。我有一個 friend，4year啦嗰啲，伊早是到這邊讀書嘅 ，and then 伊是領啊，馬來西亞領啊，伊嗰時啊，伊為咗愛 extend 伊做工 ，and then 愛加條 citizenship，so 伊嫁互爸爸來啦，伊娶一個烏蘭布 ，and then 伊談到伊 citizenship，and then 離婚咯，
離婚咧，你帶去馬來西亞嘅可能嘢誒補回來咯。哦，係咪依個我冇咧，咩咩使教應？伊無教應個，伊有 matchmake 嘅，你只可能嘢有 matchmake 嘅嘛，所以 arrange marriage 係。那是嗰啲人 agree，伊會冇 agree，贊成係講嘛不要緊咯，特別那是伊冇贊。冇在時刻，我實時刻，那是講你那是講被騙你，冇了教人家未來談公平，迄個都較死啊，你影響到別人。But the thing is， 你講啦，啥成個只贏嘅啦，就一人講，你看只贏啊，哦，你看 illegally 要條錯一包，特別手續只長阮嘅啊，無簡單嘅，愛大兩年啊，愛大你無簡單嘅。伊叫我朋友叫伊帶一個名帶一個家號，帶一個荷蘭婆啊，所以 at first is agreement 嘛，伊知咧，荷蘭婆是愛累嘅，所以不過用買啦，用買。知咧 agreement，即係伊甲迄個荷蘭婆大兩年啊，伊荷蘭婆輸咗伊咯，誒，亂嘛買離婚咯。咱無尾本做搞啦，做離婚嘅啦。after that，伊咪帶伊個另外嘅教因到馬來西亞，咱帶過來。參考本有當時，特別我頭嘅時候，我講聽我家己開，因為我頭來嘅時候，我到這邊嘅時，我嘅 visa 嘅 status 是practical training 咧，我談做工嘅時啊。我捌到我翁嘅事啦，我是 practical training 咧，我都是暫時伊度，我替談工了時，我係頭家甲拖迄個 H1B visa 互我咯 ，H1B visa 是3年嘅嘛，然後3年還是我甲我嘅同佢們翁講，我講若是講我3年，人因為我拄好捌意思是拄好捌你開始做工嘛，所以我有可能3年後係是特別短。馬來西亞啊是，那是我嘅工死去，我就特別對馬來西亞嘅。แล้ว我有甲伊講了，我有想啊，我知講你是一個 problem 嘛，所以我甲伊講咯。所以伊講，哎呀，免必咱免想安尼做咯，看安怎成啦。所以我捌伊嘅時就講，咱都無得着講，咱打漢人嘅股啊，什麼啦，先頭一年捌伊嘅時，แล้ว拿來拿股嘅後邊就較定掉，還是有淡薄驚咯。我講那 in case 是講。我嘅 visa 被 renew 嚟講係，我就會走啊，還是就會搬開啊，無壞咯。特別伊本咁完啦，嗰個就係我諗是免啦。แล้ว because 佢是個 gay marriage 個為 legal 個嘛，我個未想叫伊 sponsor 我嘛。แล้ว我有看到我身邊嘅朋友，冇一個 Mexico 或者朋友一個阿摩嘅 Mexican 啊，伊就對哦，攞你就搬開大哦，一個到啲 Mexico，一個到啲 US， 即係哦。話如果這樣啦，了若是伊用迄個整個我朋友古早有迄個想法啦，伊快嘅時間，短嘅時間，慢慢慢就是嚟有。你嘛被有人接受咯，你嘛被 lucky， 你嘛被 extend， 你被 maintain 個嘅，對，這類是這是 OK 啦 ，OK， 有一人喺馬來西亞有幫噶啦，伊被傳嘛，被到馬來西亞，要傳馬來西亞嗰個，即被看你人嘅努力，人嘅條件啱唔啱？想講，特別係咧，伊是無大個，明明無，唔是伊唔是講無大個，伊無一個 stable 嘅 partner 個啥物，伊就三隻是愛立過去，伊本無係咧累去買嚇。有咧中國嘅人有累嘅，伊咪買咯。desperate 了，伊想講伊困甲人啊，人都會 sponsor 伊，我講笑啦。我哋是想 desperate 咧做教物件，笑講了，就前面顯啊，成啊，伊是唯一一項物件，就是會大啲外國可能啦。特別有人啊，我冇聽過嗰個死咧去外國大，是只積壓嘅成話。我若說伊樣可做不出個積壓。少。OK， 講咗啊。或者我聽下你別個人要講樣嘅，你第二處嘅事情啊，
咁我個阿三laksa啦，個有半金店啊，冇事會使講個人講啊，未必日本留意啊。OK，到你這邊講個聲音，我被困了啊，唔係被困，我被準備做咩啊？即禮拜特別入邊咧，就是困起了誒，學長阿龍了加查某寶半叫啊，冇別使講加零頭毛，零頭毛去食。我係嗰時網零舍。我有6點鐘嘅 record 啊，6點鐘就平常呢，8點有陣時較就是8點鐘嘅我人咯，8、9點鐘。你卡算啦吧，嘢啫。嗱，所以你一個月來一擺你肯定咯。OK，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再見，拜拜。